大家收睇頹廢嘅 KX 自律課100日挑戰嘅第2日。Hello， 早晨啊，我係 KX 啊，依家嘅時間呢，就係大概11點半到12點左右啦。我嘅 SD 卡暫時係未將啲嘢過去相機度嘅，所以我呢就用手機影住先。咁轉頭整完啲數據之後呢，我就會轉翻用相機影噶啦。我嘅一聲嘆氣已經預示咗我當日嘅一日心路歷程。雖然我仲喺度為我12點起咗身呢件事而感到開心慶祝，但係其實呢個只係一個開始。我呢幾日呢，其實我已經停咗3日去拍攝噶啦。咁我呢段時間就喺度調我嘅時間啦。原本可以一邊調一邊影嘅，咁因為我調時間嘅過程入面呢，我就等同於我嘅人生都 skip 咗2-3日。我喺呢個睡夢中度過咗。冇錯，睇到呢度你就會開始發現係我係好唔正常咁。我係連續瞓咗2日，而去 skip 咗個時間嚟，令到自己可以喺第3日可以朝頭早起到身。反正就係一個極度有問題嘅睡眠時間，所以我肉眼可見嘅疲倦，因為我又冇食飯，又冇好好地咁瞓覺，瞓得過多或者瞓得少都會導致人極度疲倦，所以我係其實好攰嘅，我只係喺度夾硬亢奮。依家就俾大家望下當日個腦運作唔到，口齒不伶俐，講嘢唔清晰，個腦神志不清嘅我，究竟嗰日喺度亂講啲咩啦？大家好，我係半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你哋最乖嘅 KX。咁我呢，就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ello， 大家早晨啊，我係 KX 啊。咁呢，依家嘅時間應該係11點半，大概12點左右啦。咁因為我目前係用手機嚟作為拍攝嘅工具，我嘅 SIM 卡呢，暫時細心嘅你會發現呢條片嘅我好似連呼吸唞氣都有啲困難。冇錯，就係休息唔夠，睡眠不足，再加上食嘢唔定時，就會導致咁樣嘅情況出現。你哋可以見到條片，我喺度好踴躍咁同大家講緊啊，今日要準備做啲咩啦。但係其實呢，我呢喺12點幾嘅時候食完我嘅中午飯之後，我係休息咗一陣。呢個一陣就係瞓着咗，直到去凌晨1點鐘。我真係努力啦。唔緊要啦，唔好絕望，你可以噶，你每一日會比每一日做得好。你而家可以早啲瞓，可以早啲起，咁你下一次總會有一日，你就可以將你想做嘅嘢，每一日都可以做到。我哋一步一步嚟，係咪？我哋唔可以急噶，千祈唔好急啊！我同你講，我哋聽日見啦，我哋聽日見。哦，差啲唔記得咗添，原來我中間仲醒咗一次。9點鐘嘅時候起身，將我中午食唔晒嘅麵食埋去。最後我對嗰日嘅我只可以講一句說話，就係加油啦，你嘅路仲長啊！